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林鄭月娥話：修例爭議自己要負好大責任，強調已經停止修例，但冇用撤回嘅字眼。我當日只係按住警務處作咗一個暴動嘅形容嚇。林鄭月娥話：警務處長已經對上星期3衝突作出澄清，佢冇補充。民陣同集會人士唔接受林鄭月娥解釋，行會非官守成員就希望社會放下紛爭，會繼續協助特首施政。大家好，歡迎嚟到新聞最前線，我係黃春薇，我係劉子鳳。修訂逃犯條例風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向每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指反省過後，自己要為政府處理修例嘅不足負上最大責任。佢多次重申已經停止修例，冇重啟嘅時間表，但係冇用到撤回嘅字眼。佢又承認未來管治會困難，會盡力重建市民信心。鄭明瑩報導。一次修例令呢個上任不足2年嘅政府陷入危機。過去幾個月嘅爭議係由於特區政府處理修例工作嘅不足，我個人需要為此負上好大嘅責任。呢件事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同埋焦慮。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今次事件令我知道，我要做得更好。今次係林鄭月娥首次就修例親口道歉，比佢嘅書面致歉遲咗2日。我完全係認同呢，咁大件事，行政長官亦都係負最大嘅責任，係應該親身好嚴肅咁同市民致歉。咁今日呢，就係最早嘅機會啦，因為我亦都必須要喺返呢一個嘅地方經過傳媒嘅報導呢，向市民嚟到去致歉。佢多次重申，如果出年7月本屆立法會任滿，草案都未二讀就會自動失效，但係始終冇講撤回2字。條例草案嘅工作已經係喺6月15號即時停止咗落嚟。我哋特區政府呢，亦都冇推動呢個條例草案工作嘅時間表。我可以承諾，如果我哋未能夠將呢啲紛爭同埋矛盾好地咁處理，我哋係唔會，絕對唔會貿然嚟到去重啟呢個程序。點解撤回2個字唔講得？有關於嗰個字眼上嘅問題呢，都已經係冇嘢可以再補充啦。餘下任期仲有3年，政府仲有冇政治能量撐落去？至於未來嗰個管治係會困難嘅，係會困難嚇，已經唔係一個能力嘅問題，係一個信心嘅問題，或者你形容係一個能量嘅問題嚇。但係我同埋我團隊都係有呢個信心，我哋會加倍努力，希望可以重建市民對於特區政府、對於我本人嘅信心。我仍然係好多想做，咁所以未來嘅3年睇嚟都係非常之忙碌嘅3年。有線電視記者鄭永瑩報導。被問到係咪仍然將上星期3嘅衝突定性為暴動，林鄭月娥指當日係按警方判斷而咁樣講。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琴晚已經交代清楚，佢冇補充。黃浩然報導。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星期1晚澄清，暴動唔係講緊成場公眾活動。睇返林鄭月娥星期3嘅講法，喺金鐘一帶唔係和平集會，而係公然有組織咁發動暴動。佢解釋當時咁講係基於警方嘅資料。邊個最有權威？最有嗰個資料去判斷究竟發生咗咩嘢呢？唔係我作為行政長官嚇。我當日只係按住警務處作咗一個暴動嘅形容嚇。
我哋從來都冇認為，亦都冇話過咧，參與6月12日嘅喺金鐘一帶嘅公眾集會嘅大量嘅人士，特別係學生咧，係暴徒。我哋冇講過呢樣嘢。佢話盧偉聰已經解釋得好清楚，當日和平集會嘅市民只要冇用到暴力，唔使擔心。咁可唔可以回應遊行訴求，保證唔會以暴動罪提出檢控呢？ Anybody who has committed an offence has to be brought to justice. If some participants, some protesters have resorted to violence, and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y have used violence, then of course the police needs to take action. 曾經形容警方當日執法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而家係咪仲係咁諗？會唔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當有人係用暴力、用一啲自製武器去衝擊警方，警務嘅同事係有需要作出呢種嘅反應。好難明白點解警方嘅同事唔係採取呢一種嘅方法嚟到處理。咁所以收到嘅投訴就用返我哋既往行之有效嘅投訴機制咧嚟到處理。咁所以今日我係唔可以做一個判斷。如果我做一個判斷咧，即係我就凌駕咗呢啲投訴嘅機制，包括一個係叫獨立嘅監警會呢個機制。所以我哋有線電視記者黃浩然報導。有參與遊行示威嘅市民話唔接受林鄭月娥嘅解釋，民陣就話特首冇回應到5大訴求，聽日會同民主派商討下一步行動。劉浩庭報導。喺立法會示威區嘅市民一直睇住記者會網上直播。當記者問到聽完成個記者會，有人表明唔收貨。佢就係講咗時間表，冇講個撤回。個態度依舊咯，完全感受唔到佢有幾真誠咯，即係淨係見到不斷將個責任推嚟推去啦。撤回林鄭下台，林鄭下台。民陣話提出嘅5大訴求，林鄭月娥冇回應。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撤銷暴動嘅定義，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承諾唔會作檢控，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下台。民主派批評林鄭月娥缺乏誠意，連鞠躬道歉都冇，呢啲都全部欠奉嘅時候，又如何真誠呢？市民係絕對唔會接受。民陣同民主派議員星期3會商討下一步行動。有線電視記者劉浩庭報導。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再發聲明，希望社會放低紛爭，盡快回復平靜。民建聯就話理解同埋尊重政府嘅決定，接受林鄭月娥道歉。林嘉晴報導。林鄭月娥向市民致歉之後，行政會議成員發聲明，話佢哋留意到行政長官話會更加努力平衡社會唔同意見，同市民同心同行。行會成員定當以香港長遠同整體利益為依歸，繼續協助行政長官施政，並且希望社會可以盡快回復平靜，放下紛爭，等各界同政府可以重新聚焦重要嘅經濟同民生工作。而立法會最大黨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話：接受林鄭月娥親自道歉，亦覺得佢回應咗市民訴求。政府喺剛剛同埋過去嗰一日，亦都清楚回應呢條例嘅草案工作實質已經終止。特首亦都承認工作不足，同埋向市民致歉。我哋接受同埋尊重特區政府作出嘅回應，支持者咧對於特區政府係暫緩或者終止條例工作咧，確實係有唔開心嘅，希望呢件事咧可以盡快平息。佢又話，即使市民唔滿意林鄭月娥嘅做法，都唔係逼佢下台嘅理由。佢下台可能會出現管治真空嘅危機。有線電視記者林嘉晴報導。有大律師認為政府就暴動嘅講法，會令人誤以為只有親身使用暴力嘅人先至構成參與暴動，同現行法律原則以及係案例不符。似乎盧偉聰講緊係只有一種犯人，就叫主犯，佢唔會計一啲從犯或者共犯。就算冇親自使用暴力，但係同其他人呢夥同去作出呢啲嘅暴力嘅行為呢，都會有刑責嘅。夥同係有兩款，第一款呢，就係你自己冇親身使用暴力，但係你同
有親身使用暴力嘅人有共同犯罪計劃。第二款呢，就係你冇使用暴力嘅，但係你身在現場，亦都有憑你身在現場呢鼓勵同埋意圖鼓勵嗰啲使用暴力嘅人，呢兩種都構成咗暴動嘅參與。睇埋天氣方面啦，預測會有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之後2-3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而家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6%。